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甲边仔人讲圣诞恭喜啊，祝祝福你。圣诞恭喜，祝寿你。线上的兄弟哦，圣诞恭喜，祝寿你。咱的主是甲咱三个同在，是以马内利的主，是甲咱三个同在上帝。咱用这首诗歌来学落伊。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名称罪，以马内利，主同在，主同在，对咱的命。以名称罪，以马内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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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名称罪，以马内利。主同在，对咱的命，以名称罪，以马内利。咱搁唱的时阵吼，我请会众唱《以马内利》吼，啊，圣歌队前面就主同在吼，来起歌嘛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名称罪，以马内利，主同在，对咱的命。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对咱的命，以名称罪，以马内利。做伙来，主同在，对咱的命，以名称罪，以马内利。甲咱三个同在，主要祝福咱，咱透过伊话，咱要做来宣告讲。我做光来到这世间，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踮伫黑暗。听我的话无遵守的人，我袂甲伊审判，因为我毋是来要审判世间人，是要拯救世间人。故作我毋接受我的话的人，有一个审判的会甲伊审判。伫末日，我所讲的话会甲伊审判。咱感谢俄罗主哦，伊是世上的真光，要启示咱有伊永远的救恩，也要赦免你我的罪过。借着独生圣囝耶稣来帮助咱，伊毋是高高在上，伊嘛是甲你我三个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啊，咱会通承认讲，无接受伊的话就审判，接受伊的话，迄个审判就替咱担。求上帝来说，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感谢来祷告，咱开你的声音来学咯，来感谢伊启示咱，会当有一条活路通好行。哈利路亚，主，阮学咯感谢你，主你来就是要拯救阮，脱离黑暗，拯救你所为阮陪伴的光明。的道路，阮
感谢落你，咱小事阮会通伫遮学落来敬拜，是你互阮的恩典，愿主你来赐阮祝福帮助阮。哈利路亚，阮学落感谢你，将一切荣光归予你，你的平安归乎敬畏你的人。愿主听阮的祈祷。哈利。主，阮学落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将所有的好物卖赏赐予敬畏你的囝儿。阮感谢落你，因为你启示阮有一条通天的道路、救恩的道路、恩典的道路。阮借着信心来领受你的恩典，也借着阮的信，互阮会通领受你丰丰富富的祝福。愿阮今日学落敬拜，阮的学落赞美的礼拜，都归乎主上帝，将荣耀归予你，你将平安赏赐予敬畏你的人。愿主祝福阮，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咱也恳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得到医治祷放。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安尼讲：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向你勇壮。咱来恳求上帝伫咱全人的需要，咱的灵魂体来帮助咱，会通领受上帝的恩典，互咱会通伫衰弱中间主勇行咱，互咱伫需要安慰的时阵来安慰你我。迄个要检查迄个忧伤恶德伫遮讨放的，求主来帮助。咱邀请主伫咱的灵、思想、感情、意志，咱的身体。来做咱的主，将你的烦恼、忧愁来交予伊，伊就要互咱出人意外平安。如果在场的兄弟，你若有需要行起来互长老这同工伫遮为着你来祈祷，求主来帮助来医治你。咱现场若有长老同工，就会当就近伫遮来为着来祈祷。好，咱开声来祈祷，你也坐，每定袂通为着来祈祷哦。来后面，主，愿奉你的名来到你手的宝座前，恳求你依着关联充满。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互阮的同工会通伫遐祝福阮的兄弟姊妹，会通伫遮来经历上帝你的医治、你的帮助，甲你的祝福。愿主你帮助阮，会通伫你的面前来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愿主来所去伫阮中间，帮助阮知影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主啊，愿恳求你赐阮祝福。哈利路亚！主比阮的上帝，我靠你成做阮心的安慰，阮的医治，阮的供应，甲阮的祝福。伫过去的一年。阮有做劳苦重担，你伫阮的中间来承担，甲阮相合同在。你甲阮同欢喜，你也甲阮同忧伤。伫阮忧伤的时，你赏赐你的圣神来安慰夫妻，也互阮有一日会通成做别人的安慰。愿主来说，互阮会通离开伫迄个忧伤期，会通进入到你同在所带来的毋茫甲欢喜。愿上帝你所，阮会通伫阮手所做的，拢会通行通顺利。愿阮所做的，拢会通荣耀上帝你，互你来欢喜。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的礼拜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既然上主拣选恁做伊的子民。为着要持守家己尊贵的名，伊一定袂弃杀恁。我一定不断替你祈祷。若无，我就得罪上帝。我要指示恁好过正直的路。
恁只有着敬畏上主，诚心实意服侍伊，着会记得伊为着恁所做的代志，我名大。咱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甲伊有好的关系。透过这圣诞庆祝圣诞的主日哦，咱要直接来学来敬拜这位甲咱三个同在的主。咱嘛为着这个拜六这个拜六就是今年上尾的一天，12月31，咱伫遮有办这个跨年的祈祷会，互咱伫遮做祈祷。感谢上帝过去的保守，伫新的一年，上帝安怎施恩祝福，你安怎甲有好的连线求上帝祝福。听看卖有偌济这的兄弟姊妹，因有真水的经历的见证。咱为着今年底要到教会的结束，甲各部事工的报告计划伫明年的计划拢会通顺遂。特别为着成人牧区，咱大部分遮拢是属于成人牧区咱为着咱的区长、小组长，过去6年久，咱的教会牧师伫遮服侍，过去6年久，成人洗礼、健信礼、信仰个别大概181个，那需要有小组的牧养，无后壁门嘛开开所以求上帝来帮助。互咱会通伫遮做伙来关心照顾遮个初信洗礼的咱彼此伫小组的生活内底彼此来激励。咱为着遮个同工会当诚做受栽培会当互你的性命倍加生命倍增。但毋是过去拢听讲，哇，遮个妇人人、遮个妇女拢较热心，甲你的边讲毋是安尼啦咱兄弟嘛足热心的，你知无所以咱做伙热心伫遮来结出福音的果子。好，咱同心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开声来祈祷，来为着牧师要分享上帝的信息，为着遮个同工来鼓励。哈利路亚！主，阮阿罗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话。就成做阮脚前顶路上的光，感谢你赏赐你教业恩典，互阮会通伫遮来经历愿主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阿罗感谢。亲爱的主耶稣，你来就是要来招罪失丧的人，阮拢是罪人。因为你的同在，所以互阮真做上帝的囝儿，互阮真正是真做有属天毋茫的子民。阮感谢阿罗你，会通伫遮社会组织来阿罗敬拜，这是你的恩典。因为过去的疫情无允准阮会通做伙组织，当阮同心欢喜组织，就生业技术要对着阮，要赏赐互阮。感谢主，阮透过阿罗敬拜，你的宝座就设立；透过阮的祈求，感谢你出人意外平安，你的供应赏赐就充满。愿主来祝福，阮也要做伙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又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这时阵要请每位长老来点倒中迄支蜡烛，点倒中这支蜡烛，这支基督的蜡烛，是咧提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中这个白色。
的这个蜡烛，是咧讲出基督是这个圣诞的主角，伊是世上的光。当咱咧欢喜庆祝的时阵，是咧表示讲耶稣基督，伊甲咱三个同在，伊要带互咱有盼望、有疼、有喜乐，甲伊的和平。伊完成了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今仔日救主已经降生，咱做伙来祈祷。主，你已经来成就，并且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付出代价。总是你是救我的主，你是赢过死无关系，你是会通赏赐互阮有永活的迄位救主。天的万邦万国万民，除了你以外，无有别个拯救。愿主上帝，你是阮赐福，互阮今日的所有的娱乐敬拜，拢归乎你。你将你的平安赐福敬畏你的人，祈求你的人。听阮伫咧面前恳求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平安，平安。上帝已经为咱备办上好的礼物，就是希望咱的性命永久来得到满足。咱要用信心的目睭、属灵的眼光来看见耶稣，因为安尼，咱的确要知耶稣就伫咱的中间。这是咱要用娱乐欢喜的心来迎接耶稣，咱要靠主常常来喜乐，因为靠耶和华来喜乐是咱的力量。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娱乐耶和华，用真实敬虔的心神娱乐你。你的一切拢被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娱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娱乐耶和华，用真实敬虔的心神娱乐你。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娱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的娱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的娱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的娱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娱乐耶和华，因真是敬虔的心神娱乐你。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娱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的娱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的娱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你是创造万物，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你是创造万物，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咱用掌声将这荣耀归阿爸爸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伫困境中的时阵的感谢，毋那是会帮助咱来顺小主的恩典。
咱的信心通得到坚固。搁较侪是将这个恩典来分享给别人。搁一礼拜，今年就要来过去啊！这时，咱要来，因为耶稣过去一年伫咱的身上的恩典，来献上满心的感谢甲懊恼。主啊，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生日子，你甲我伫体，你为我准备丰盛恩典怜悯，主我要感谢你，主我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生日子，你甲我伫体，你为我准备丰盛恩典怜悯，主我要感谢你，感谢耶稣，感谢主。我一生日子，你甲我伫地，你为我准备丰盛恩典怜悯，主我要感谢你，感谢耶稣，感谢主。耶稣，谢耶稣，感谢主，你的爱通充满我，无比的恩典，永远拢无煞。咱着追求上帝，明白伊的道路，咱要用敬虔的话来学咯。找伊，着行伊的旨意，因为主安尼讲：听我的，我也听伊；恳切找我的，要找着。紧啊，听候耶和华，追求伊的，伊要施恩予伊。心无你的人，的确有关照。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追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羊。因无你的人，的确有关照。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
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羊。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天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幸无你的人，的确有冤仇。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的确有怨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羊。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天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天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主，你是阮的主，阮的福气无在伫你以外。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一切幸福的源头。我要学来感谢你，阮人一直在超找这个福气，总是上帝你的真理教示阮。阮若斟酌来听你的话，遵行你的教示，你所要享受的福气就要约阮，毋是阮去约这个福气。互阮会通对你的真理了解，你已经将所有的福气摆在好势，要为着敬畏你的囝儿来效力。愿主你来享受阮，互阮会通每一遍来敬拜你的神，会通拄着你，会通领受你的同在，会通对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鼓励阮，会通伫遮来跑走伫你稳定的道路。愿主你是阮所借着阮的学敬拜，你来感纳，也享受你的宝座伫这个所在，互咱祈求，当心的祈求就会通伫遮来成就，得到应允。愿主所互阮过来的学过来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拢成做稳定的百姓。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由原徛地。咱来做伙唱圣诗70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请咱起立，吟全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全地也是君王，来家为主，比万所在。有着万米尊崇，有着万米尊崇，有着万米尊崇。全地欢喜，求主掌权，世人拢抱手歌，山野江河，山野变幻。无声，我
欢喜的声无煞，欢喜的欢喜的声无煞。最后悲伤无过时段，去变一切暂得，我主人家福气充满。心田无过拍响，心田无过拍响，心田无过拍响。求主管理，甲是万位，永到永远的公义和平，充满大位。仁爱结起照片，仁爱结起照片，仁爱结起照片。请咱做伙来祈祷。听通敬人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行过的工作，你的美善甲你的祝福，总是甲阮同在。就算伫困苦的时刻，阮犹原会当看见头前的愿望。每一摆想到你的良善甲你的好，阮的心内就充满感谢。恳求你帮助阮的眼光，自头到尾拢注目伫你的身上，用你的平安充满互阮。搁一摆献上感谢，因为你是牵制你的儿女永远的护路。主啊，当世间人伫罪恶中无盼望的时阵，你将拯救的好消息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互世间人。伫迄时，天顶的现象产生改变，互人感受到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就是带来生命的转变。万物因为耶稣的降生，忧愁变作喜乐，丧享的人得到鼓励来打拼努力。家庭无健全、辛苦有持儿女的人，要得到生活的勇气来突破面前的困境。破病的人要增加信心，要恢复健康。失败的人恢复志气，站起来得胜。无头路的人会当看见新的可能性甲机会。人的心开始受到转化，生命得到改变。整个的宇宙、世界拢因为主耶稣的降生，充满希望甲喜乐。愿这个圣诞的好日子带来互阮搁再有的信心甲勇气，带来互阮谦卑甲温柔的心。带来互阮生命教义的快乐，愿阮不管时拢有陪伴迎接主耶稣降生伫阮的心内。愿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来启应文第41篇，以赛亚书第9章。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以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在背打，降断因肩头的棍，压制压迫的边，穿着这的军鞋，裹着火的军服，拢会做茶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
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即时直到永远。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今仔日是圣诞乌鲁赞美礼拜，圣歌队要连续唱5首的圣歌、诗歌来乌鲁敬拜上帝。
请咱做伙来看，来共读上帝的话。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第35节，请咱做伙来看英幕。迄时，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过叫做西面。即个人义高敬虔，伊伫底期待以色列的福音，信心有甲伊同在。伊得到信心的启示。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伊互信心感动，入去圣殿。拄迄时，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入来，要照律法的惯例，甲伊举行仪式。西面用双手抱婴仔，称赞上帝讲：“主啊，打照你的话，互你的奴仆平平安安离开世间，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就是你伫万民的面前所准备的。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讲起关系婴仔的事，真着惊。西面甲因祝福。佮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即个婴仔受选立，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真侪人爬起来，佮真侪受攻击的记号，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落现。以你的本身嘛会互来剑插头家。”以上，即阵要请尤牧师来讲道。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照咱生命的光，照咱生命的光。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要说，你伫阮也做罪人，行伫黑暗路的中间，你就照阮性命，互阮会通行出黑暗，互阮会通伫即条人生的道路真恶得行，毋知要怎行落去时阵，你为着阮开一条路。你是世上的光，你光照阮心内黑暗，光照即个社会黑暗，也引带阮有一天会通行伫你为阮备办光明的道路。互阮会通知影倒转去的路，愿主你的圣神来赏赐阮，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伫真理内底，叫阮得到自由透放，互阮会通趁着阮要有愧死的时，来群对你，来掠条你永远救恩，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搁一遍甲你的边仔讲，圣诞恭喜上帝所你。伫顶礼拜一透早2点外，2点多，暗昼有人看迄个世界杯的骹球赛冠军赛无？有无？有哦，我嘛有看咧吼。我是看后壁啦吼，不过看了足精彩，就是讲紧张刺激安尼。拄啊开始，即个阿根廷，你会记得因头一场就安怎拍输去啦，输互啥？阿拉伯啊，对无吼？迄看起来都无偌强，哪会输互伊？哎呀，哪会安尼？有当时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哦。就袂前袂就输去啊！要安怎？你的人生是输输啊赢，还是赢赢输？迄我毋知啦，理解较知啦吼。不过咱看讲整个的即个球赛对头到尾吼，真充满真紧张啦吼。拄啊开始阿根廷2-0对无？过来去互弱啦，2-2，过来佫入一球3-2咧，是讲稳的在张黄的你知无？结果到尾咧，
3-3，一直到延长赛吼，到尾啊，哇，3-3，啊，着爱安怎？啊，着爱 PK 啊，恁拢真捌的吼，我第一场问吼，无啥人举手，你知吼？可能迄球伤大粒的，因为咱拢看较细粒的球对无？讲棒球吼，棒球吼。所以伫遮咱看讲遮个球迷吼，哪像迄咧洗三温暖的吼。好啊，我看到遐个球迷球队的种即阿根廷的球迷吼，伊就伫安怎？看到3-3尔，安尼迄个衫装压起来种吼，感觉足失望的吼。不过最后伫 PK 中间吼，头一个咱知影阿根廷头一个是啥物人出来踢 PK 赛？梅西啦伊若踢无记就梅西唱啊，你知道吼？所以伫遮我看，大家拢真注意讲伊到底踢会入去，踢袂入去，结果入去，大家就安怎放心啦吼。了咱看讲落尾法国队吼。伊想要迄个继续得到冠军，总是有2个哦，踢无入去啊，所以上尾安怎4-2吼去互阿根廷伫遮吼，伫36年后已经摕到即场的即个金杯吼，然后咧，咱看讲即个金杯是因即队有史以来第3座的即个大力神杯啊吼。所以咱看讲因拢真欢喜，梅西嘛，揽到即个咧冠军的奖杯，然后伫遐金啊吼。咱看讲伊伫迄中间，伊做一个动作啦吼，伊若入球的时阵，伊就做一个动作，这表示啥？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予你。另外，这嘛是伫纪念伫少年伊的外妈伊的外妈西利亚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伫遐来感谢上帝，伊咧受访问的时阵伊表达出迄款的感谢，讲伫阮感觉真下调的时阵，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伊的人生嘛有真侪遮艰苦念伊咱会通对伊的人生来看，伊讲伫伊人生的黑暗面的时阵，伫伊人生的遮劳苦重担，免完有上帝的同在当因得到冠军，伊就将即个来感谢上帝，讲因为这是你所想做的真侪人得到冠军是感谢家己，感谢父母，总是无要感谢上帝总是基督徒知影讲安怎伫遮来感谢这位上帝咱看讲伫迄中间，咱正义到伫即圣诞的主日。比如顶落点到第5支的即个中即个蜡烛，就是伫象征基督的光。基督是世上的光，基督带来啥物和平，带来望，带来喜乐带来平安。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咱拄透过圣乐队引带咱用5首的诗歌，我毋知你有注意听无？透过这诗歌的内容，这歌词这歌词伫遮带出。你看，拢咧学罗这位耶稣，伊安怎伫天顶尊贵，总是卑微降落伫即个马条的马槽内底然后去过是以色列伫迄个主诞生的教堂内底伫遮你就会可能会伫迄个传说是马槽的所在、马条的所在，伫遐做伙伫遐翕相啦在场可能有真侪人恁捌去过总是即个较要紧要甲咱讲圣诞节的意义拜5我伫咱的德福的时间讲这圣诞的意义，还有伫拜4嘛有去一个春日路一个日照中心咱有咱的小组去遐来报佳音我甲因讲一个，就是讲咱人生免找一条出路即条出路你找有着无？还是讲你继续伫遐咧超找今仔日个故事就是咧甲咱讲一个老大人，伊安怎伫伊年老用生命要结束的时阵，伊知影伊也看见迄个救主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西面，伊安怎伫伊的信仰，伊伫祈祷，伊伫谦卑恳求的中间，圣神甲启示，今仔日的圣经有甲咱讲，
圣神安怎启示，互咱会通知影讲，咱是有主的同在啊！哦，所以今日透过圣诞节普天同庆。普天同庆嘛，所以伫遮要互咱知影讲，即个耶稣毋是为着教会人来，嘛是为着全世界每一个人，阿门嘛。所以甲你的边仔讲，耶稣是为着你来，为着全世界的人来啊。所以咱期待是对耶稣来得到啥物哦？期待伫咱的生活的苦痛，伫咱的生活的失去，伫咱的身躯的这病痛，还是讲你所要追找，你期待耶稣为着你来做啥物？咱看见西面伊的心内有伊的心内期待，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期待。咱即马看是迄个2000多年前所记载。总是今仔日咱要倒当的到伫你我心上有啥物款的期待？伫小组，伫迄个罗家小组咧祈祷的中间，哦，迄个玉阳长老伊伫咧分享，咱伫群组嘛有咧为着伊小弟宗亲，对吧？着伊来祈祷啊，因为迄个心血管迄个问题，了搁爱用叶克膜咧，哦。所以，伫迄个叶克膜咧用叶克膜来维持个生命中间，大家足期待啦，期待讲上帝啊，你为着伊做啥物吼？连伊结果安怎，我甲恁讲啦吼。今仔日咱要透过即段圣经要提醒咱，耶稣讲伊是世上的光，互咱伫即个世代认捌讲，真正是世上的光吗？甲古早西面甲遐个人有地代。有关系，甲你我现今这个世界的人，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啥物关系无？还是咱咧看这古早的故事哪点？只有过去的故事吗？还是今仔甲你我拢有关系？是互你会通拄着，互你会通经历，互你会通讨棒，你会通得到平安的哦。所以透过咱的群组啊、群组内底，拢常常咧播长的啦，哇，咱的干事都急性肠胃急性安尼有无？你有甲祈祷无？有啦，早起就有来做礼拜啊！感谢主啦！我感这就是互你伫现在时阵，你会通伫遮透过祈祷，互你所带到，也是你家己为着你家己祈祷，为了自己祷告，为了带祷吼，你会通伫遮来经历。所以救主降生咧帮助咱你期待啥物？到底你心内咧期待啥物？西边讲出以色列人因心中的期待。你咧，咱要对圣经的世界，搁来跳到伫今仔日咱的世界，你家己的内心的世界，你即马咧期待啥？拄啊，有人长老伊要做第一场了咧离开，伊咧心内期待就是伊的小弟会通搁一面徛起来，然后咧，毋是干那做一个礼拜道，是会通。毋茫即回上帝予伊有生命，伊起来会当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你咧，以色列人因迄个时阵咧期待是啥？有上帝的拯救，有上帝的救恩。对2700几年前，先知以赛亚、米迦，因拢有预言，有一位救主要降生伫伯利恒。所以米迦就讲伯利恒啊，你本来细细啊啦，总是咧，你要成做真伟大的所在。所以耶稣降生，原来无可能是安尼，因为可能耶稣会降生伫拿撒勒的，因为约瑟跟玛利亚因兜住伫对，住在哪里？拿撒勒。所以后来耶稣大汉的时被称作拿撒勒人，安怎？耶稣。但是因为一个圣旨，叫因爱倒转去户籍地安怎？来，我听恁讲啊，做家教这就知影讲你迄个知影你对古早的圣经有真了解即马较翻译讲户口普查啦，户口普查。
所以拢爱回到户籍地，倒转去到伫因的故乡。所以约瑟就传玛利亚倒转去伯利恒，因为因是遐个人哦。所以伫迄个中间转去拄啊好啊，要生啊，哪会遐拄啊好？迄导演遐尔搞做安尼吼，所以上帝咧导演，上帝是导演的，你知道？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为安尼，所以耶稣安怎，大家拢要转去户口普查，所以无客栈啊，没有客栈，没有酒店了，对不对？所以就要剩一间买掉啦，啊，看你买无？哦，啊，无婴儿床，无婴儿床就啥？买做啦，买做伊的婴儿床啊，婴儿床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咧期待经过做奴才，经过400年了后，啊，因上帝咧竞选伊的百姓，然后嘛，要互因得到救，要互因独立，成做一个国家。啊，若讲到这有当时咱就做演戏了无？啊，咱若讲一个独立，啊，就有人要甲咱恐吓，要甲咱尴尬，要拍。啊，迄就是安怎？你会了解讲迄个时阵，哦，即以色列人因的心内底所想的，长期啊，长期被蹂躏去用侵略，所以心内感觉有一天若会通伫遮有即个拯救者，有一个弥赛亚骑战马来，啊，然后帮助咱来拍赢即个罗马帝国，安尼毋知要偌好对无？结果看耶稣是骑啥入来，迄个期待怎啊破灭？你知哦？本来是期待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主要来拯救因脱离哦，所以因咧期待是军事的弥赛亚，是一个会通好骑战马，总是耶稣骑驴啊入耶路撒冷哇！大家在话何山啊何山啊，洪主命来应该是有学了对无？到尾啊啦，定义伫是物价，定义伫是物价，那会遐尼大的反差哦。所以伫遮这是因一直在期待一个拯救啦吼。咱来读约翰福音12章46节来。我做工来到这世间，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踮伫黑暗。所以伫遮咱有看伫西面，伊心内期待，就是讲，望以色列会通对迄个黑暗的中间来离开，会通有上帝的神，甲伊三角同在，甲遮以色列三角同在，会通搁重新建立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啦。这是上帝要应允，总是咱看讲，一直到伫这个1940几年，恁家己查。吼，大概到现代时阵，甲独立建国啊，吼，所以遐尼长的时间哦。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咱看见讲因咧等待哦，西边也是讲以赛亚伊伫预言的，伫迄个西布伦拿佛他利、西布伦拿佛他利、啊，搁有咧，遮沿海，就是迄个时阵沿海道路，就是一条贸易做贸易的道路。然后有真侪外商拢会为遐来啦，哦，啊外地嘛会为遐来，所以对遐行。所以迄个所在的百姓真艰苦哦，因常常拄着外邦，像亚述，也是遮外邦伫遐来甲因吞打，伫遐来甲因糟蹋、蹂躏啦、侵略啦。所以即个所在，像甲必龙被称作外邦的加利利，就是安怎？因足艰苦的吼，像台湾嘛，过去有人殖民吼，啊，即马佫有人要甲咱拍吼，啊，全世界拢咧看咱台湾安尼吼，所以咱感觉讲有真侪遮劳苦重担吼，啊，拄仔咱有讲迄个梅西，其实伫伊的生活中间吼，一开始嘛毋是安那真顺遂啦吼，伊安怎伫迄个阿根廷得到2022年的世界杯了后吼，即个梅西吼，伊对吼。患着啥？患着侏儒症吼，有细汉去用检查出来吼，讲伊饲袂大啦，饲袂大。啊，然后咧，一直到伫即马成做全世界注目的球王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的生命安怎伫遐转变吼，搁一遍互人伫遐来提起吼。对拄仔讲第一战阿根廷输阿拉伯，开始逐个安怎愤慨安尼伫遐家己检讨，然后咧。伫遐开始奋起起来，
梅西伊伫3岁前开始踢骹球，哦，有一遍伊的外妈西利亚带伊去看因哥哥伫踢骹球的时阵然后迄个队有一个囡仔怎啊无来啊，一个选手无来，这伊的外妈西利亚就甲教练讲拜托的啦，阮梅西去哩踢啊，伊足够踢的千古正万古正了安尼，就答应啦。所以梅西一去哩抢着球好，参像迄球拢黏伫骹安尼啊，足够踢到尾趁着2球入去。你知影要踢一球入去足无简单的对无？所以伫遮就得到安怎欣赏，所以大伊就开始伫迄中间来踢骹球参加比赛。总是无拍算，伫11岁的时阵，伊在11岁的时候，伊的外妈过身啊，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打击，因为伊外妈是算讲伊真好的鼓励者对伊真有信心啦。第二就是伊伫11岁，互人诊断出讲伊是饲袂大汉啊，侏儒症啊我会记我国中的时阵阮老母嘛互讲笑，讲恁红拢遐矮啦，袂大汉安尼牧师安尼即摆安尼关度会使袂？可以啦105.7，毋知有留倒球无安尼不过迄个时阵人笑袂大汉安尼我的老母就做一件代志，就是安怎，毋是一直甲我补啦，是讲祈祷，上帝啊，人笑阮囝安尼。拢袂大汉的，你毋着帮助伊，互伊大汉安尼所以感谢主啊，因为老母的祈祷，今仔安尼嘛袂细汉啦所以感谢主，咱若讲感觉嫌你的囡仔袂大忙去一直要迄当大人补了有人补袂起来，你知无所以为祈祷因为咱即摆营养拢有够总是有当时咱囡仔的成长期其实还袂到迄个时间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有当过头的补怎袂大汉所以求上帝来帮助。这梅西伊就是安尼所以爱伫迄中间就爱做迄个成长生长激素你知影一个月爱开偌济无？爱做生长激素一个月爱开900块美金，一个月都爱开偌济？代表27000啊！安尼哪有法度？所以真正伊对伊人生的未来是无啥物伫遐毋问咱倒来看西面，伊嘛是看伊讲，伫即个西布伦、拿佛他利，伫即个沿海路，即个百姓因真正嘛无望，因劳苦重担，因常常受人吞踏，所以伫遐咱看耶稣真侪时间是伫即个所在伫遐来传福音，伊伫正义到伫加别龙，对吧？伊正义到伫即个所在伫遮来传福音。今日咱嘛充满真侪即个劳苦甲重担。兄弟姊妹，拄仔我讲的玉龙姐，伊会为着伊的即个小弟祈祷甲哭啦所以逐个小组为着因伫遮来祈祷上帝是毋是当帮咱听咱的祈祷咱伫第2段来讲第三，咱来看讲因透过西面伊的讲伊的祈祷来讲出一个就是啥人。在期待的，就是咱人生会当找到一条永远的出路无？面对的就是啥？死无来临的时阵，所以死无渐渐地接近咱。咱知影讲观察是缀啥？观察毋是干那缀老人尔，观察是缀死人啦。所以不管是啥男女老幼，拢有机会毋是讲你较老，你就较大声，无啦。所以这拢足歹讲。总是咱来看伊讲，对即个西面所讲的，咱做下来，主啊，但照你的话，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咱拢想要加我淡薄是安怎？这老大人讲主啊，互我透放，互我会当平安倒转去安尼啦。为什么？伊心内咧期待，伊看到一个救主，会当伫遮帮助伊有一条出路。像咱拄仔圣歌队咧唱的，伊直咧唱讲有一个救主，这个救主是要创啥？这个救主是要帮助咱啥？这个救主甲咱的未来的路，咱会通敲做一个出路无？所以这个就是咧反映西面
咱看西面也是后壁迄个女先知安娜，伊所期待哦，咱看这嘛在反映咱遮年长者吼，心中的期待是咧期待啥物？真实的讲中，有一天咱嘛要转去厝的时阵，是毋是当好好转去，还是伫遐呢带咧带咧，还是伫遐呢啊拖步啊？敢毋是啊？这嘛是年长者讲啊，讲较粗的就讲较好死安尼。西面咧讲中，我会当平安来过身啊啦。这个就是因为伊有看见耶稣的救恩。这嘛就咧反映现代人也是华人，我常常咧甲因讲嘛，我用甲因讲啊，你未来你何去何从，对无？哦，啊我甲遮个社区的人，我就真坦白讲，你要往生往哪里生？啊若定定听我伫个别咧别咧讲，你拢知影我讲啥物？哪一道？六道哪一道？啊无上无你若背起来，你嘛当甲讲哪六道？啊你拢不知道。天道来讲一遍来，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我拢问人啊，到底哪一道？你要去哪一道？不知道，真的。啊，空主嘛讲我不知道，对不对？好，所以底下咱看谁知道？啥物人能知影？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不知道这条出路吗？恁比空主更较巧，你知无？空主讲啥？未知生，唔知生到我哪会知影死，对无？所以，甲你的边仔讲，你比空主更较有智慧。你可以知道吗？西面伊知影咧，伊知影会通找到一条出路。今仔救主耶稣降生，就是咧为了咱备办一条出路。所以真侪圣经内底咧记载讲，在基督里，伫基督内底，伊互咱有啥物款的应允？基督信仰毋是咧讲往生啦，无过在投胎转世讲的是啥？永生永活啦。所以圣神咧感动西面讲，伊有伫活地的时阵，伊会通见到耶稣，伊见到耶稣，咱做来读来。伊得到圣神的启示，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哦，这是圣神特别来允许伊，互伊会通伫伊的祈祷内底。这嘛是耶稣要上天的时阵，赏赐互世间人一个真要紧的礼物，就是啥？我要赏赐恁圣神，啊，圣神要安怎帮助恁想起我讲的话。所以圣神要帮助咱想起耶稣的话，耶稣的真理，真理会互咱得到啥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安怎医治，得到讨棒安尼。哎，有了解了哈。所以真理必叫我们得着什么自由？真理是啥？耶稣，耶稣讲的话。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讲，我就是迄条路啦。啊，你有得到无？所以西面伊得到圣神的启示，伊知影讲啊，伊还未离开世间的时阵，伊会通找到这条永活的路。伊伫伊的祈祷内底，伊真正进到伫圣殿，然后咧，伊拄着玛利亚甲约瑟抱。第八天，耶稣出世，第八天要来献祭，要来受割礼，然后咧，伊就甲抱咧，然后为着伊祝福，伫遐祈祷。所以后来咱有看伊讲迄个四面颂哦，西面上哦，会真有名吼。伫迄中间，咱有看伊讲，人人生的路苦重担是会通伫遐来得到讨棒吗？人上惊的就是死亡，竟然会通对一个老大人的喙讲，我会通安心啊去啊！这是因为伊有拄着耶稣，伊领受这个圣神的感动，然后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安怎？我随时准备好，我随时会通安心嘛。所以为什么上长来定来讲啊？上帝哪会无爱带我去？啊，是讲一款年长的上帝哪会无爱带我去？就是因为我知影我家己有救恩，所以我会通伫遮真坦然、真安怎安心伫遮心满意足。
所以这个咱来讲，2000年的9月，其实梅西伊还搁伫阿根廷这个罗萨里奥在踢球的时阵吼，拄好有一个球探叫雷萨奇这个保罗啦伫遐来看到伊讲，这个囡仔伫未来一定有大出发，他的未来无可限量。所以伫迄中间就肯定伊，然后咧，甲伊梅西的老爸讲了的时候，哇，随时凊彩摕一个餐巾纸啊，所以迄张餐巾纸足要紧的，怎写合约啊，签落，然后你所有你要医疗、你要注射的这个费用球队拢甲你出来，哇，听了讲哇，实在本来人生无望啊，即马咧有望啊，有出路所以伫咧中间，因为迄张餐巾纸迄张迄个囡仔伫遐写迄个合约，所以互伊成做一个真伟大的球员所以伊嘛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上帝咱看讲伊的西面，伊的心内嘛受到圣神伫遐感动是因为伊捌真理孔子有捌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意思就是讲早起我若明白仁义之道暗时就会通为着伊去死安尼，哎啦，但是伊毋捌真理啦但是咱做基督徒的，咱捌真理，真理是耶稣，真理是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伊所应允的。所以今仔日咱因为咱明白，咱会通领受，咱就会通伫遮心满意足。我最近咧面谈遮要洗礼即摆已经有报名4个成人，伊甲一个健身的我问为什么你要洗礼？伊讲圣神的感动圣神感动所以互伊伫基督的内底伊所做甲看到因先生伫迄转换跑道的时阵转换跑道伫迄工作拢真顺遂啦所以伊伫迄种有感动因为这嘛是互咱的这无得无话洗礼洗礼了伊去传福音邀请来伊个先生就陪来做这个面谈所以讲了常常若知影我咧面谈，最后拢迄个秘密武器拢摕出来啥？神奇的一道安尼我就对圣经来讲到底圣经人你若要洗礼，你上无你要明白圣经讲什么，对吧？圣经旧约、新约旧约几卷？搁考试者39，新约加起来，我讲39加起来加来56，我唔好，我你负责做就好，你莫负责收钱安尼所以伫遐趣味了了，因倒转去因住香山呢，定定来做礼拜安尼倒转无偌久消息转来讲因先生嘛要洗礼安尼。讲迄个神奇的到足奇妙，其实伫迄中间，我就带因来做决志的祈祷拜五我嘛带这个社区的，讲我嘛是教互因看因拢真侪毋捌看过。我讲这个智慧你买无？这个福气你买无？买买我就讲一句，恁对我讲一句安尼，所以大家就开嘴对我决志感谢主咱透过圣神的感动。因为若无圣神的感动，无人称啥耶稣是主。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今仔日西面伊拄到耶稣，伊看见迄个救恩，所以会通安然讲，我的心会通伫遮来得到好帮。咱的信仰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以对生死就看较会开。对未来你就清楚有一条路，会通伫遮通过耶稣。所以咱做来读来，所以兄弟姊妹，咱靠耶稣流血死，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伊通过丈离，就是家己的身躯，甲咱开一条新高活的路。所以今日咱会通家己祈祷呢，咱会通家己奉献呢。古早是通过大祭司对无？献赎做一个顶遮，所以今仔日因为耶稣为着咱做，所以迄个丈离拍开，然后咱会通直通
咱会通甲上帝有安尼的关系，所以你会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怎样得救。你嘴承认，心相信上帝对叫耶稣对死过活，你就会通伫遮来得到啥？得到拯救啦。所以一个人得救，全家要得到救嘛？是因为讲要互你的性命会通伫遮安怎活出一个水的见证啦。所以咱看讲，你做光明的囝儿会有啥物款的特权？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你们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讲你若安怎接待伊、信伊的、信耶稣的，伊就互你有特权，做啥物？做上帝的囝儿，遐尼简单，亲像尼采倪匡讲啥？信就对了啦，信就对了。咱来读来，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是日时的人，咱毋是属暝时，毋是属黑暗，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有即款的特权，会通伫遮是属日时的，是无伫黑暗的中间。因为啥？你接受耶稣，耶稣的光来照咱，所以耶稣讲恁就爱做世上的光啦，世上的光。伊讲我是世上的光，我来世上要照亮，要照这个世间，照伫黑暗。今日恁嘛是世界的光安尼是啥物意思？咱来读这段来。人点灯了后，袂用到甲伊藏起来，一定会甲伊放伫灯台顶。通互厝内所有的人照光，亲像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所以咱做好事，毋是荣光咱家己。甲耶稣咧讲的，讲你做好事，倒手莫有正手知，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这是啥物意思？从你的动机，你的动机如果是为了自己，那就不要。你若是为着荣耀上帝，做你做，然后人看见，哇，这信耶稣遐尼好，咱咧做疼心，对无？咱咧送互这解友、这恩友，对不对？咱咧互这弱势家庭，所以人看见，哎呀，教会真好是安怎？因为上帝，因为上帝会疼。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知影讲，咱伫家庭，咱伫咱的社区，咱伫咱的城市，咱拢会通真做是一个啥？效法耶稣活出好的见证所以好的行为，你读圣经就是预备行怎样各样的善事。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下骹，你有看到无？咱相信基督是世上的光，所以咱会通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伫迄中间，咱要安怎伫遮？因为即个耶稣照光咱照伫咱的生命古早讲照甲你照者安尼对吧？互你知影讲，头前有路通行第二，咱来看讲，咱爱活出疼，咱定下手活出爱，活出爱。到底是用嘴讲，还是用行动？昨有来教会伫迄个中间来义卖来交关的无？有无？也就是有足侪人拢无对吧？不要紧，我叫因打留到今仔日所以念伊恁会通去交关，甲这义卖安怎？互这弱势，互这需要的教会来祝福因。咱来看一段来，有音乐。这是咱昨的这个圣诞的梦幻市集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圣经里面说，天父和这是牧师常用一寡手机翕的先做一个短片安尼啦不过伊这个规格就是较细啦所以你感觉你会看较袂清楚对无？是毋是？你下骹看就较清楚5个囡仔就甲引出来甲买落你就会祝福活出
上帝听，安尼了解啦吼。所以这义卖就是要互这个弱势的好。好，咱要做为起立，咱伫遮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互咱的听会通落实伫遐有需要的人的心中哦。因无你的人，的确有冤笑，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化。找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产业。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稳定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因无你的人，的确有冤笑，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化。找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产业。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稳定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稳定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咱着找求，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三甲来祈祷，主，我若找求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成做阮的帮助，阮就要成做有福气的，阮就要成做光明的囝儿。愿上帝来说，伫这个圣诞庆祝你圣诞的赞美主日，愿你来是阮祝福，透过阮来成做你祝福伫这个世代管道，拄起阮心中的劳苦甲重担，想说阮有永远的愿望，愿主来祝福去，互每一个在场的兄弟姊妹。以及线上的，阮若还未得救，还未领受这个救恩，还未洗礼归你的名，成做你的囝儿的，愿主圣神来感动因有柔软的心，邀请主耶稣你成做因生命的救主，你就为因备办一条永远的出路。感谢主，你向你听阮牺牲劳血，就是要为着互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成做。上帝国度的百姓，真做有福气的人，同心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归
请起立。我的祈愿愿乎你，应出龙潭的旨。我会在这里小手，甘愿也未做祈求。主爱天父，阮感谢你的救恩，将你的独生的囝相赐给阮，为阮来出生，来住伫阮的中，赏赐阮丰盛的恩典甲慈悲，洗净阮心内的罪恶，互阮有新的生命。愿圣诞节这个好日子，会当互阮每一个人，搁较有信心，搁较有气力，会当。互阮的内心会当搁较温柔甲谦卑，愿耶稣的圣神会当踮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会当踮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会当感受伊的圣神，会当真做伫咧新的一年会当得到搁较侪平安。当阮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望主你干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心要来欢迎几位伫咱中间的朋友，郭文玲甲郭安瑜，毋知是啥物所在，有伫遮无？可能别场啦吼。来下一个陈瑜君这是迄个。文字的朋友啦，老朋友来，起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已经来我看顶悬生分新鲜，然后来黄英昌兄弟甲陈秀云姊妹因伫咱中间愿上帝所，请坐愿上帝所。来，阁有其他的无？其他伫咱中间来做来做礼拜无？好我拄仔讲的迄个玉荣长老的弟弟啦，现在谜题揭晓，就是迄个叶克膜拿掉了可以呼吸，可以讲话，感谢主咱拍拍归荣耀上帝咱继续为祈祷啦，会通真做上帝荣耀的见证好，其他咱做来看周报的消息来，我这边控制了。来，咱今仔日是点到第5着中迄支蜡烛象征基督是光带来伊的疼和平伊的平安甲祝福伫咱中间咱嘛爱分享啦所以念伊会记去楼骹来分享你的疼咱1月7日要举行美利多第一次的圣礼典若要洗礼，今仔日截止啦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对明年1月7日开始有全新的这个橄榄枝声的音乐请咱做伙伫遮来参与读圣经听音乐，佫会通摸奖所以听奖品也袂歹安尼好来咱伫1楼念咪牧师会来主持这最后一天的这圣诞欢乐颂开箱活动。咱今年度即个特别结束若会友的即个奉献证明要开的咱奉献用信用卡到伫今仔日若现金的到伫12月30请咱注意咱嘉南好声音的这第3期嘛要开始伫1月13开始请咱会通伫遮，你若感觉讲唱歌较无讲较好听要较好听，你会通报名来参加咱的新的集数，天恩会甲咱教佫有冬令营爱宝贝传说这先互咱知名额有限，名额有限请咱来把握这个时间报名到1月7日截止。
咱这个拜六这个拜六有这个跨年祷告会哦，甲你的边仔讲跨年祷告会哦。跨年来孝顺上帝恩典来听看有侪侪这的人这兄弟姊妹因的这个活命的见证吼。好，其他的就请咱家己来看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这个金句来读2遍来，做伙来。我做工来到这世间，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踮伫黑暗。约翰福音12章46节，搁一遍。我做工来到这世间，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踮伫黑暗。约翰福音12章46节。请咱来唱祝福的诗歌403首，主垂见我，因此线请由牧师祝祷。主垂见我，主垂见我，主垂见我，耶稣求你垂见，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上帝求你因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充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有着生命打出去。当心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是为家救恩赢过死无关系，享受永远的出路的上帝，享受恁会通对神来得到。愿贴的上帝永无改变的主爱，用伊的主爱将做盾牌，四面来固守恁，出日拢得到平安。愿主圣神感动恁的心，会通领受救恩，也会通将做主上帝束缚伫即世间的束缚管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兄弟，请坐。咱来到到这，晚上的所咱甲咱三同在，咱彼此来请安。